葵盛東村發生傷人及兇殺案，由觀眾拍攝到嘅片段可以睇到疑兇被捕嘅情況。3個警員合力將疑兇撳喺地下，再叫佢坐埋一邊。佢當時喺物業管理處外面，之後被警方鎖上手扣，黑布蒙頭帶走。多名傷者由擔架抬上救護車，佢哋身體多處被斬傷。其中一名受輕傷嘅女住客腰部被斬傷，由救護人員喺現場做初步治理。案發朝早11點幾，疑兇用一把1尺長嘅軍刀，先喺聖國樓6樓襲擊一名女住客。嗰名女住客最後傷重死亡。疑犯喺大堂度斬傷多2個人之後，沿住呢條路經樓梯再走落去下邊呢個管業處度，再斬傷多2個人。喺管業處，其中一名男傷者送院後都證實不治。警方話，疑兇喺05年搬入葵盛東村，2年前曾經因為毀壞公物被捕，暫時未知佢嘅行兇動機。咁喺成件嘅事件裏邊呢，就我哋暫時係唔知道嗰個襲擊人嗰個男子嗰個動機係乜嘢。咁但係各位頭先所問到嘅，究竟佢有冇精神病嘅記錄啊？又或者係佢會唔會係神經失常做出呢啲咁嘅行為咧？呢個肯定係警方調查嘅方向。咁佢呢就係喺呢個2005年呢7月份呢，就由另外一個屋村呢就調遷嚟呢度。咁佢單一個人住，單身一個人住嘅。咁喺過去嗰幾年係從未有任何記錄話佢要求要調遷。運輸及房屋局長鄭宇華晏晝到現場視察，佢話向死傷者親屬致以最深切慰問。又強調疑犯並冇向房署提出調遷。呢啲要等警方去詳細調查，但係似乎我了解呢，就係冇呢一方面嘅資料喎。咁所以究竟係個原因係點解呢？咁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啦，翻查資料嚟講，自05年到而家呢，就冇一個調遷嘅申請。佢又表示會喺村裏邊設置櫃台，向有需要嘅居民提供心理輔導。香港天樂記者文家豪報道。